午餐吃什么？午餐吃什么？午餐吃什么？那，都带你来了个，不要每次这样烦人来。店里空间宽敞又明亮，整体很舒服，还有开放式厨房，干净加分。然后我们直接点满一桌，主打必点八宝牛肉面，一碗直接给你满满的料，有牛肉片、牛筋、牛腩、牛八丸、金钱肚、牛肉碎、白萝卜、溏心蛋，一口下去直接上头，汤浓又嫩又新鲜，分量还超大，吃完直接满足。赞啦！看起来普通，但意外很可以，爽口解腻，不吃牛没问题。鸡排葱油面，葱油很香，一样吃很饱。来杯饮料，刚好解腻解渴。小吃也没放过，甜品收尾，不会很甜，口感滑顺，这家去就对了。